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9，诗篇18篇46节安尼讲：上主永远活地，愿我倚靠的石盘受称赞。愿救我的上帝受高举。三甲来祈祷，永远活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袂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行大奇妙的事，互阮通受你的固守甲保护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是良善慈悲的拯救者，互阮伫患难中犹原有望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向你出欢喜懊恼的声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天地万物拢会变迁，世间万人拢会改变，独独你是永无改变的上帝，因为你永远活地。你要做阮坚固的石盘。主啊，愿你的名受称赞，愿救阮的上帝受高举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